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8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91天。根据媒体报道，俄军在进攻中显疲态之势，乌军多方位进行战术反击。根据统计，当前俄军在乌克兰推进速度处于去年6月以来最低点，也就是俄军实在是打不动了。乌军连续第几天打出一些小胜仗，除了库尔斯克苏贾东南处，乌军收获4个村子，在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村方向，乌军又夺回了达琴斯克和舍普琴科的一部分，皮夏涅重回灰色地带。他们在兹维罗维以南反推了俄军，在科特林发起反击，夺回半个村庄。经过乌军连续的高强度的进攻，人力火力均占很大优势的俄军终于呈现出强弩之末的进攻疲态，在乌军无人机和海马斯等武器对俄军装甲部队、炮兵部队、战斗人员以及后方仓库、工厂的不懈打击袭扰下，俄军损失巨大，特别是民用车辆以及驴马拉上战场，更凸显俄军后勤危机。这个法国国防部对乌克兰的战局做出简报，他是这么说的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整个战线发起了多次反攻，试图重新夺回主动权，特别是在苏贾地区的行动尤为显著。然而乌克兰的局部进攻似乎已被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阻止，在东部和南部战线，也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继续稳步推进，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试图通过加强防御部署来稳住战线。在这个东北前线在苏梅以东苏贾地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正在从北部和西南部包围该市，他们持续对连接苏梅与苏贾的道路进行无人机袭击，以阻断乌军的补给和增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苏贾东南方向发起一次攻势，试图突破俄军防线，从而缓解对该市的压力。双方在前线战场的态势变化不是很大，丢一个村庄夺得一个村庄，意义也没有那么大，双方本质上还是在消耗，在僵持。现在大家把注意力舆论的焦点都在和谈上面，所以关于和谈的新闻各种小道消息非常多。首先每日电讯报报道，他说与普京通过电话以后，特朗普的乌克兰战争停火计划搁浅了，特朗普政府暂停制定解决乌克兰战争的计划，以考虑欧洲盟友的意见。这家英国媒体写道，他说美国国务院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别代表凯洛格承诺，在敲定期待已久的结束战争计划之前，将与北约盟国举行单独会谈，也就是说还是要取得盟国的支持和同意。凯洛格表示在最近一次与欧洲外交官的会谈中，他将就任何和平协议的形式以及其他国家将为这一进程做出贡献征求意见。他承诺将与北约成员国的总理和总统举行这些会谈。同时凯洛格表示他将在本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布和平计划的内容。英国媒体消息称，特朗普特使举行会谈的欧洲得到保证，华盛顿希望在未来与俄罗斯的任何会谈中加强乌克兰的立场。泽连斯基在2月11号星期二接受英国卫报专访的时候说，他如果特朗普真的能让基辅和莫斯科回到谈判桌前，他计划提出直接与俄罗斯进行领土交换，放弃乌军去年8月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动突袭以来一直占领的领土，也就是说拿库尔斯克占领的领土换乌东4个州的领土，或者一部分领土。特朗普前提是要能把普京拉到谈判桌前，那么泽连斯基说愿意以领土换领土。有很多人分析说泽连斯基态度软化，泽连斯基以前都是不准跟俄罗斯谈判，这立法了，后来虽然不说不能谈判了，但是要乌克兰的领土要主权完整，现在又用领土换领土，所以很多人说他态度软化。实际上我觉得恰恰是泽连斯基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现在放低姿态，他要让全世界看到是谁侵略别人，谁不想停火，谁不想和平，土地换土地天经地义。这个泽连斯基既没有说用库尔斯克换哪一块地方，
换克里米亚吗？也没有说换多大一块地方，只是说愿意领土换领土。对于乌克兰来说啊，所有的领土都很重要，没有优先顺序。那俄罗斯的表态呢，那就非常有意思了。首先是这个5夫1娃中的扎哈罗娃跳出来，他说啊，库尔斯克州将为泽连斯基预留一块1米宽、2米长、1米半深的土地。扎哈罗娃强调，泽连斯基这种说法是为了掩盖乌军在这一方向上所遭受灾难的真实规模。战场上俄罗斯不行，但是说打嘴炮，这俄罗斯这些5夫1娃要说排第2，也没人好意思说自己第1，每天都是要过量的饮用早酒。他的意思是给泽连斯基在库尔斯克留一块墓地，明明是迪波老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俄军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但是乌军纹丝不动，反而地盘还越来越大。这俄军包饺子已经包了快200天了，饺子皮都漏了，诱敌深入也诱敌了7个月了，也该收网了吧？还不收网吗？哪有这么诱敌深入的？或者俄军无论是人员装备损失惨重，连他的对吧友军来帮忙的客串的对吧司令官的部队都被打残了，回去休整之后再来，就打成这样，这个口炮那还是不依不饶。正所谓说最狠的话，最毒的打。当然了，不光是扎哈罗娃，这个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他说，俄罗斯从未讨论过，也无意讨论领土移交问题。佩斯科夫说，所有乌克兰军事力量都将被驱逐出俄罗斯领土或被消灭。在此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卫报》专访时表示，打算向俄罗斯提供直接领土交换。这个佩斯科夫那更狠，所有的乌克兰武装都要被消灭。总体上啊，也就是战场上虽然打不赢你，但是吵架还吵不过你吗？难道口炮还能输给你吗？俄罗斯主要是盛产口炮，盛产口炮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伏特加比较便宜，对吧？每天早上灌2斤，毫无经济压力。当然了，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一哥啊，天花板梅德韦杰夫他的回答也是很别致。梅德韦杰夫说，你说以实力求和平，有时这个概念确实有效，例如通过展示实际的力量平衡，而不是别人捏造的力量平衡。就像今天在基辅，在我们的导弹和无人机抵达之后，他说，但即便如此，这些行动也无法完全清除那些非法小丑的思想，他们因恐惧和退缩而颤抖，在镜头前胡言乱语，谈论领土交换，对他们来说，治愈的唯一方法就是再次感受到俄罗斯。不能不说，这个梅德韦杰夫在口炮这一块还是排在5夫1娃首位，毫无悬念。一名在前线的乌克兰士兵在废墟的墙上写道，特朗普先生，我们不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武器来保护乌克兰家庭。特朗普先生，如果俄罗斯明天再次发动攻击，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和平？很显然，欧盟对所谓的和平计划那是相当不感冒的，甚至反对和抵制。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的经济总量在俄乌战争前是俄罗斯的17倍，现在是俄罗斯的151倍。欧盟的军工生产能力在俄乌战争前是7倍，现在是俄罗斯的33倍。随着战争的进行，差距还在扩大。冯德莱恩说，欧洲完全有能力帮助乌克兰收复乌东和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乌克兰领土。乌克兰必须取得完全胜利，这也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安全。欧洲绝不接受任何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的谈判。我觉得这个冯德莱恩的认识是非常到位的。这欧洲、欧盟包括英国应该加强团结，这个时候不能三心二意，不能有侥幸心理，不能随进。乌克兰的输赢就是欧洲的输赢，乌克兰的今天就是欧洲的明天。这个德国人虽然一直在援助乌克兰，但是绥靖的思想根深蒂固，一面援助乌克兰，一面也不给乌克兰大规模的这种远距离的攻击武器，什么金牛座，理由什么呢？理由就是害怕引起战争升级。人家乌克兰都已经进入库尔斯克了，俄罗斯的领土80年来第一次遭到别国武装的入侵，作为联合国的上3场，脸往哪儿摆？我这一股乌军他赶不走，到现在都不敢动用核武器，早就触发了俄罗斯的核安全机制。普京为什么不敢摁那个核按钮呢？所以德国担心战争升级，这个有点迂腐，应该是与时俱进。俄罗斯这些领导人，包括普京在内，心理建设都已经完成了，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的领土遭到攻击。何况现在风暴翼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斯卡普导弹不都在库尔斯克爆炸吗？战争怎么升级了？所以德国一边给钱援助乌克兰，一边又拿这种迂腐的理。如果说战争初期你不能给金牛座，可以理解，现在对吧？5夫1娃，包括迪波老人的心理建设已经完成了，他能接受金牛座。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如果普京要攻击北约，你就别想了。
了，他会失败的，而反应将是毁灭性的。乌克兰的许多盟友都同意，乌克兰应该得到一切必要的支持，以便在和谈开始时占据优势地位。俄罗斯将其预算的40%和国民收入的10%用于国防需求。他补充道：“这个北约也是嘴炮，不要老是说的这么好听，支持乌克兰要拿出行动。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乌克兰缺乏远距离攻击武器，乌克兰缺乏战斗机。你除了在后面喊口号，还能做什么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今天给媒体说，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有人试图暗杀他，总统府内有人被杀。他声称这是俄罗斯方面向他本人施压，但他没有屈服。泽连斯基说，为了让乌克兰在战争开始时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各方都施加了压力。有人想暗杀我，有人开枪，有人死在总统办公室里，还有一支特种部队。与此同时，还有最后通牒，他们施加压力，不同的人也发出呼吁，也就是泽连斯基顶着各方面压力在抗战，这个才叫英雄好汉，这个才叫什么侠之大者。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今天对媒体说要求乌克兰投降，称乌克兰必须交出另外的2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永远不准加入北约。这哥们儿不仅是早酒喝多了，那肯定还连着喝啊，中午也喝了，这就是要乌克兰无条件投降。他完全不知道现在什么形势啊，对吧？应该到医院去把脑子看一下，是不是精神正常。泽连斯基建议拿库尔斯克换其他地方，这个是为普京着想，因为你俄军想把乌军赶不走，人家越打越强，赶不走，完了人家说换你又不换，那怎么办呢？普京怎么向俄罗斯人交代？难道普京要施法是吗？要魔法攻击？不过普京还是找到了点事做。根据俄通社报道2025年2月7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安委会会议，这个出席会议的有米舒斯金这是总理，这个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还有个杜马主席沃罗金，还有个安委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总统助理帕特卢舍夫，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内务部长科洛科尔采夫，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联邦安全局局长伯特尼，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为什么要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普京想向世人展示，这些人都还健在，也没有中毒，不信你们看镜头，都坐在那儿记笔记，没有中毒症状，以此来向外界传达俄罗斯内部还是很团结的，就这意思。但是叫遍插茱萸少一人，少了谁？最近这1个多月，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好像音信全无，这个不正常，因为卡德罗夫跟那个潘多莱一样，2天不上热搜就浑身刺挠，吃不好睡不好，茶不思饭不香。我们再看俄罗斯国内，2月12号克里姆林宫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时期总统沙拉举行电话会谈。普京强调俄方支持叙利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立场，在这方面，俄方必须强调实施一系列措施，以实现叙利亚的可持续正常化，并在主要政治力量与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参与下，加强叙利亚内部对话。普京指出俄罗斯随时准备帮助改善叙利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包括向叙利亚居民提高人道主义援助。这个普京跟沙拉举行电话会谈，实际上就是在讨价还价，在威胁他。威胁什么呢？因为现在叙利亚内部各派别随着时间的延长，矛盾一定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普京就是在软中带硬的，软中带刺。他说在主要政治力量与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参与下，加强叙利亚内部对话。这句话让临时总统叫沙拉自己去想，如果你同意俄罗斯的利益继续保留在叙利亚，那么我可以把那个巴沙尔帮你解决掉。如果你要不同意，那我就让巴沙尔回去，或者让巴沙尔暗中搞事，因为巴沙尔在国内总有同打找雨烂船，也还能打3斤钉呢，那就这个够这个沙拉喝一壶的。所以我说巴沙尔跑到俄罗斯去，实际上就成了普京的一个棋子，一个筹码。这个巴沙尔能活到什么时候，全看普京和这个叙利亚政府怎么去勾兑。当然了，有这个土耳其在背后撑腰，这个叙利亚恐怕是不会轻易让俄罗斯再次染指叙利亚。俄罗斯想保持它在叙利亚的这些基地和港口，难度是非常大。叙利亚军方已禁止俄罗斯车队进入塔尔图斯基地，一支有30辆车组成的俄罗斯军事车队无法到达塔尔图斯的基地。叙利亚军方在检查站将其封锁，经过8个小时的等待，车队返回赫梅米
李某空军基地，也就是俄军在叙利亚行动是受限的，希望俄军认清形势啊，今非昔比，不要自找没趣。2月11号啊，俄新社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分析说，俄罗斯2024年失业率在全球几大经济体中最低，而加拿大的失业率增幅最大。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称，去年俄罗斯失业人口比率 2.3%， 创历史新低，同时这也是 G20 国家中最低水平。就俄罗斯打了3年的仗，人家失业率是 G20 国家中最低的，就问你服不服气？俄罗斯的低失业率啊，说明打仗有利于经济；加沙的高失业率啊，证明只要打起来，失业率高也不要紧。你说这叫什么事？国际战略研究所一项研究显示，俄罗斯的国防预算现在超过了包括英国和欧盟成员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军费总和。2023年，俄罗斯的国防开支飙升 42%， 达到 13.1万亿卢布，大概是4620亿美元，超过欧洲的4570亿美元。普京让俄罗斯经济处于战争状态，尽管经济紧张，但国防仍是重中之重。2024年军费开支将再增长 13.7%， 达到 15.6万亿卢布，占 GDP 的 7.5%， 占俄罗斯联邦预算的 40%。 尽管成本不断增加，但俄罗斯仍维持战争财政负担沉重。低失业率的背后，实际上是俄罗斯很多行业，军工以外的行业恐怕是劳动力不足，就是缺人。我看有博主说，在这个电报频道里，各种群里面，俄罗斯人有很多人，他们认为啊，俄罗斯国内经济高度依赖大国，然后中亚各国离心离德，在他们的电报频道里面的前线的士兵各种要求物资捐赠，就是募捐，那肯定是国防部给的后勤不够，只好向是吧群里面其他人募捐。很多俄罗斯人认为这个仗打完，俄罗斯也彻底变成3流国家。其实俄罗斯人很多人心里明白，这个战一打完，不管和平协议签不签，俄罗斯都是败了。那些说俄罗斯赢了的人，你俄罗斯怎么赢？那么多制裁，本来他的天然气卖到欧洲，这是旱涝保收，现在欧洲已经彻底的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能源也不要，电力也不要了。欧洲波罗的海3国彻底的从俄罗斯电网中脱离出来。本来俄罗斯跟欧洲之间贸易是非常频繁，人家都看不上大国，现在跟欧洲断了，被迫跟大国合作，最后只能成为大国的原材料供应国。真正的头脑清醒的俄罗斯人，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俄罗斯已经输了，顶多得到那么一点点零，但他失去的是全世界。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国家都会防着他，都不得不加强军备。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马上就开始，因为你不知道俄罗斯什么时候他会冲你来一下。他今天能打乌克兰，明天为什么不能打波兰或者芬兰？你北约还敢有什么脾气吗？打了芬兰，你不也是啥也不敢放吗？不就是嘴炮吗？最终还得和稀泥，还得绥靖，还得让俄罗斯得逞，这叫路径依赖。这个美国人出的计划，和平计划里面，让欧洲履行非北约义务，保护乌克兰。你说这不叫扯淡吗？那要你美国在里面斡旋干什么？这乌克兰他就不想上这当，让英国、德国、法国组成一个联军，保护乌克兰的安全。但是这个跟北约的第5条不相干，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国家挨揍，北约没有必要出兵，美国他不会出，就这个道理。北约还有哪些国家？所以特朗普这个鸡贼的方案看似高明，美国不用出钱，美国不用承担这义务，实际上他这个方案就是在肢解北约。如果他这么干，北约就散架。本来战前北约就已经要完蛋了，那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把北约又给激活了。那现在特朗普相当于把北约又按到水里去，又沉下去了。你让欧洲跟俄罗斯对着干，那还要你美国干啥呢？不要你美国的，要北约干啥呢？这个是美国的新的国防部长说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一个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